Có buổi chín ơi thì chỉ may món bình an. Cảm謝主見半日即個要機會，而嚟時常一節聖經要係錯猜路加福音19章11到27節。見半日嘅題目要係講到責任。每隻信主嘅人清楚，上帝有4本即個一隻責任，是到在即個嘅生活中，即個愛嚟樣辦嚟實行。上帝所命令本質格嘅嗬，耶穌基督講出一隻比喻，要一隻人主坐喺個王宮學嘅大理嘅，要一日佢係愛安立做皇帝，佢要喊嘅個十隻僕人講佢哋佢愛去安立做皇帝了，佢講你到啥每隻人愛分你一隻園子，你到啥用力嘅錢河去做生意，係哦，王嘅人主啊，冇叫佢要進來了，佢要簽嘅十隻僕人，佢所分嘅每隻人一隻園子嘅嗬。天日嘅人啊，佢講主啊，我見到我嘅一隻園子啊，變到10隻園子嘅，你王啊，你係叫咩？成為隻皇帝咧嗬？你係按何石嘅僕人，我立下本意個體嘅責任，你係立10隻從事，天意嘅僕人要嚟你一個王，佢講主啊，我見下我嘅一隻園子啊，變到5隻園子，皇帝講你就係按何石嘅僕人，見到你可以立5隻從事，第三個人。要來你那個王，你講王啊，我記得你係隻按快嘅人，係哦，我也係按強人，因為你所見嘅，你所收割嘅，你冇去做嘅，你收割，但係你冇來落用。所以你一隻園子啊，我都冇去做生意，我空虛我嘅數件度，你睇我辦盡嘢，哇，聽到咁樣啊，你個皇帝啊，佢十分壓哦，佢講我你記得我係做一做人。我冇去做，但係我搬錢，你見下冇做出來，而家我要審判你，照你所講嘅嗬，你講嘅安排。各位親愛弟兄姊妹們，身為信主嘅人啊，是個相信主耶穌基督，佢已經搬出家了喎，是搬出家最大嘅福氣，最大嘅恩典。就係乜呢？就係永生、永嘅生命。所以上帝有4本色嘅恩賜，呢個恩賜唔做得這個貢獻，但係是個嚟使用，而嚟服侍，嚟做主嘅工作，呢係一隻責任，是個所要做嘅。阿們。